跟着苍蝇找厕所，跟着蜜蜂找花朵。在这里，我完全没有抬高蜜蜂的意思，更没有贬低苍蝇的意思。不管是在国内看视频，还是说要来到老挝做些什么，首先您都要搞清楚对你有用的信息或人，这样这些信息或人才能对你有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。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给我私信，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帮他介绍一个老挝女孩，这真的不是我的强项，也希望这些朋友多关注一下老挝其他博主的一些频道。不过也请大家擦亮眼睛，有些人是为流量，有些人是为生意。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，不管是在我视频里看到卖房卖地，还是说谈到老挝女孩子，我都只是把身边的这些事情分享给大家，我不做中介，不做代办。我们这些做视频的人，可能每个人的目的也不一样，都是从自己个人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。我觉得无所谓谁高谁低，谁对谁错。今天在这里还是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吧。我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中国大哥，他来老挝也是有很多年了，不过很少在老挝常住，都是老挝中国两边跑。大概是在2015年，他就在万象的郊区买了差不多几十万平方的土地，请了一些工人种橡胶。他自己是非常喜欢老挝的，每年都会来3、4趟，也经常会带中国的一些朋友过来玩。他和他自己的那些朋友也都是有钱、有时间、有社会阅历的人。每次来到老挝，他们都是在这个省住几天，那个省住几天，玩的都是非常开心。不过后来有一次，我这位大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在国内是做矿的，想来老挝看看投资项目。可是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自己的路虎揽胜来到老挝的，因为是中国牌照，所以基本上有警察的路口都会查车。我这位大哥，一个是不会说老挝话，第二个是也是有钱人，他基本上都懒得跟警察啰嗦，甚至很多时候车子的证件明明有，他都不愿意拿给警察看，直接给警察甩几万老币，他自己觉得很无所谓的样子。不过他这位朋友还是很在意，他们的车子只开到了万荣，在万荣玩了几天，这位朋友万象都不愿意来，就直接回中国了。回到中国以后，他直接跟我这位大哥说，老挝这个地方投资环境太差了，我们还没有开始投资，就这样到处被人敲诈，这个地方不适合投资。到了2018年，我去中国找我这位大哥玩，我这位大哥也是当地的牛人，也请了很多当地有钱有势的朋友来陪我，其中就有这位跟我大哥一起来老挝这位矿老板。当时在酒桌上，他仍然还是诉说着他来老挝被警察罚款的经历。后来我也跟他们做了一些解释，有可能他们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吧。等我回到老挝以后，他们就一行8人坐飞机来到老挝万象。因为我在中国，他们确实是非常盛情的招待我。他们来到老挝，我肯定是要做一些安排。首先，我安排了当年的8位老挝选美小姐去机场那边手捧鲜花迎接他们。我们的一排车子全部停在机场门口的禁停区，前后各有一辆警车。我们上车以后，也是全程警车开道，来到我的游乐园。8位老挝选美小姐和我公司的美女，在我们自己的舞台上给我们珍贵的客人表演歌舞。直到傍晚的时候，这些女孩子和老挝警察才离开。包括后来带他们去拜访朋友，或是看项目，从万象市到万象省，他们也没有见过哪一个地方的警察查车会跟我要钱。那位矿老板也是在几次喝酒
握着我的手跟我说：阿飞兄弟，在中国我真的以为你是吹牛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。旅游，通挑，去旅游，摆挑，去玩，摆拎，老挝小姐，nang sao lao，吹牛，ขี้โม้。OK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明天见。